单，邯郸梦，啊，人生就是亲像一场梦尔，就是讲，梦醒梦，梦天梦地，梦后遐梦梦地，若是啊为人做做面梦，啊是梦的当中呢，为讲梦啊梦爱梦好梦，袂梦妄梦，你无共款啦所以讲风尘呢，人生的当中，这个风尘就是一个苦海，这就是世间呢，就是迄个行过这个有流梦相像，邯郸梦相像，天伦梦毋是梦邯郸，这先论来讲的。真正要天伦梦，在世间嘛当证得，爱好好来修，从世间的当中化苦海化为人欢梦。伫咱厝的当中化为净土，对自身开始修起。到当时有教咱做一修的方法，我拢无咱迄拢是金玉的用品。伊开始讲因为尽致。用三宝毋是咧话咱弘扬法片尔，甚至会当互咱修家己自身，会当有定上体验，这真正伊的一个伊本宗啦真正伊的一个目的。所以讲呢，风尘咱爱看透讲一切拢是空的，甚至咱的某囝，咱的这人讲迄落翁某啦，爱是大，这拢是一个基础的，甚至夫妻咧。人讲先拄嘛讲，咱是当年领，大汉来时各自飞啊，各自飞啊，毋通执着，毋通贪着，你若贪着执着，你深的是你愈痛苦烦恼。人讲到尾安怎？即个无百利，即个无超越，到尾大业旺盛，还去修，你还有执着，咱讲师讲各个程度。会使贪着，执着，这个物件是咱思维一个功课。咱爱读起，你而且若无心调起调，无变低，而且若无气度，这个若无甲扫度，这咱地轻松，这是咱厝内当中要本身这个啥，伊咧要扫的当中的清净，时时勤拂拭，有事家平安。常言天地曰：一心自净，定一心一心自清自然，永乐不息，三毒消灭。这清净经老祖呢，讲甲足详细，伊嘛有甲咱修的一个方法。这修的方法，贪嗔痴是三毒。老祖圣人嘛有讲着三毒呢，毋是佛教讲的三毒，贪嗔痴尔呢。差不多咱讲书嘛有讲，因为妄想心，伊妄。众生所以不定真多者，唯有妄心，唯有妄心，一惊其事。一惊其事，开始会上面苦海应实真多来落去。所以讲这是一连串的，这是缘起动作呢。你到起这个起心动念，妄想心一个出来了后，遐就来落去贪求烦恼、妄想执着，遐就是生出来啊，就对伊的身边、伊的心中，你就会当达到安宁。所以讲一定爱要上清净，一定爱下功夫，要互咱心灵的清净，达到究竟，真正是爱下功夫。咱拄仔讲师傅咧，讲咱出精彩，所以讲咧讲了足好，真正。可能时间较无够，无法度考虑加迄个咱真诶重点拢讲起所以讲咧当然咧，方便拢是啥，拢是他的物件。所以讲咱人讲。流乱声路用，流乱讲我要创啊，世间拢是乐观的，足好佚佗的，佚佗袂了。台湾我讲的讲莫名佚佗要甲大埔，台湾咱佚佗袂透，你个时间你公平。所以讲咧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还佫有一寡时间啦，当然咧，到尾咧是讲讲天无所谓，互我已经讲过，互我莫去用词。所以讲这是真正，咱老师的一个毋忘，爱看紧的人生，迄个真假，爱辨认迄个方向，拿定主张，一定确定咱的目标，确定目标正确了后，向迄个目标前进，真正，安尼咱达到究竟的。所以讲咧，这是咱老师对多年的一个
盼望、希望、望，当然呢，伊老师呢，伊嘛足器重咱，所以讲呢，足重视咱，咱老师虽然咱即摆看袂着，其实，拄互我看讲，自由到你日开始，伊老师拢对咱是有边，伊是老爸说啥，很爱护咱，拢有时有刻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伊拢甲你对调调，敢是迄叫做看心看量，咱拢有为人注入，无拢有，咱拢是为人父母的人，咱就知影，千里眼，金线链，所以讲呢，某囝人生应不平，虽然寄世6万年，毕竟有人在眼前，即咱老师有做一首歌。千里眼金线链，老母无论离囝偌远，他的心就是都在他的儿子的身上，这叫做看心看量，所以讲量不够，所以心情，所以讲迄叫做母囝的心，永远拢连做伙无变，所以讲师徒的心嘛是像，咱共款当然的时间差不多要到咱会当唱2首，我即首歌无到一半，是这样的